继续来看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等3案，检方是分30路大动作来搜查。高金素梅本人是移送北检来问过，不过讲伊因为身体不爽快，所以先限制出境出海，令其在议。麻烦让一下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互大地媒体包围，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面挂喙暗，不过看得出来真疲劳。昨半暝，互法警护送离开北检。台北地检署侦办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等3个案件，除了分头搜查，也约谈高金素梅到案。在高金素梅到北检复讯的时阵，说讲人无爽快，检察官是交代限制出境出海，会另外经时间，佮再来讯问了后，对伊去台大便医就医。委员，不好意思，是身体哪里有不舒服吗？北检分3个案件展开侦办，包含高金素梅甲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，也有那像利用人头来买中国制造的快胎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，甚至涉嫌以原住民德族群文化交流协会诈领政府补助款，即个拢总通知18个人到案说明。好像为了之前疫苗的事吧。他什么时候被约谈的？早上差不多8点多。台东县议员陈正宗甲屏东县议员岳秋女也牵涉到相关的案情，经过检察官讯问了后，已经陆续请回。因为高金素梅的助理、协会相关的人员甲厂商等等，部分交保，部分继续讯问。台湾民主在赖清德的手上已经是完全的不演了，现在是动了高金素梅，下一个又要动谁？如果没有犯法，为什么急着出来漂白？过去高金素梅委员确实有非常多令人感到纳闷的、引起争议的讨论跟言论。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，检调所在庭事完毕，立法院嘛派人陪同配合。不过，话阁讲对检调卖做政治打手气。只要原住民所有的权益，高金委员可以说是一女当关，万夫莫敌，还有这种气势。我们相信高金委员是经得起检验。尊重检调。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征收条文，立委除了现行犯以外，在会期当中袂当互逮捕或者是拘禁。若是检方要逮捕先压高金素梅，就要经过立法院的许可。针对这件代志，韩国瑜并无加做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